台湾有69座客家文化重点发展区，每系客家文化保存同复苏嘅重要位所。不过，睇非客家总体区，一讲客语传承同文化发展，如果艰辛嘅哦。像台南一座文化古都，睇200年来嘅开发过程，有许多客人参加。不过，恁摆客家睇一只嘅限得堂嘅多哦，也很多年下来，就算睇传统客家中，也面临语言流失嘅情形下，睇台南等到唔咩客人来学客话嘅越来越多，有嘅甚至讲啊比客人还个好哦。学客话也欠假咩，无向用出团嘅讲起，叫下来看啊台南嘅客语课。行业录音室调整上嘅态势，准备要录音呢。非常感谢你听众朋友在这次打开你南都广播电台 FM 89.1收听着你客家微电会所赞助提供客家之人的节目，今天你的节目有请到你的好朋友哦。一集节目喺台南地區唯一嘅客家廣播節目，開始到今已經有19人嘅咧。87年1月就跟这个旅台客家同乡会跟他洽商，跟他合作。这个开了这个节目，已经可以讲是在南都是存活，可以是数一数二最久的节目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行政院客家委員會主任委員王玉珍。客家語言同文化愛傳承、愛發揚，推薦大家收聽由小鄧老師為大家製作主持嘅優質客家節目《客家之言》。台南並唔係客家文化生發圈，其實佢就用河洛話為主嘅素材，我維持一客話節目冇人改。剛開始的時候，因為那時候小鄧老師也大概知名度也不是很高哈，那南都電台算是基本上是一個河洛話的電台哈，那有這個節目，其實知道人也不是很多，不過累積這麼多年來哈，當然就是大概客家族群，大概我相信都了解，都知道南都電台有這個節目，因為在台南其他電台據我了解沒有這樣的節目。剛好就想台南誒，幫係做啲客家來發聲啊，梗係喺當好嘅機會。其實台灣你教嘅20年嗬，你同我嗱真嘅提供俾你當多嘅客家鄉親哦，尤其嗬要當多嘅幾多嘅客家人嗬，因為係從我認識到你台南來，談到自家熟悉嘅商人嗬，嗰種嘅近鄉情怯嗬，佢都提擺來打電話 call in 落來嘅時間，其實佢哋會叫當感通。聽眾同感通，因為同唔係客家嘅地區，客話唔係有少數冇問題，係同冇行業嘅環境地度，當然前到無疑。特3年以上做嘅度多，有時成講，有時逆講，有啲聽眾對佢廣播地度前到方向。我有一個客家鄉親，佢雖然佢本養啦嗬係客家人，但是佢唔可以講客家話，因為佢係後天失明，冇做看唔到，佢就會有一擺機會啊嗬，佢就順佢準，就準到講我哋大概有客家嘅節目，佢就聽到佢想去學嘅客家話樣嘅，就會加油錢木真先生嘅故事，啊幫我哋嘅聽眾嗬，佢講佢就簽到人生嘅光明燈啊樣嘅。除了客家人聽了以外，客家人會要求他的小孩子也愛聽那接觸這個自己的語言文化。那我了解是，其實台灣人這河洛人其實也在聽的，就是說，因為這個小鄧老師他除了用客家話，他也摻雜國語，那這樣你慢慢聽，其實也可以學一點客家話。用河洛話為主嘅河洛地區，長期以來有一種講唔出來、族群較無按火濃嘅素材。鄭玉華係苗栗頭份人，40年前就嫁到台南關廟，開業一間郵寄店嘅，佢感觸當真。係講有機會接觸原來嘅母語文化，就像看到不一樣嘅。因為我到呢位嘅嚇，從細我做老師人講客話，我先生唔係我老師人講客話，你講嘅係咩話？咱講客人就這樣子。所以我當小機會老師人講客話，我講過年做得咯，我可以說華文，我就是不能講客家話。所以當我看到有客家文化的時間，我就要學嘅呀。
水果优格好了。郑玉华头摆身体唔好，佢學生嘅飲食其實係為咗救自家身體，幫自家體能天天嘅變好。佢認為母兒留身體嘅康健都強樣，要天天嘅糾正啦。吃下係真好嘅醫生啦，吼，做下係真好嘅醫院啦，吼，時間係真好嘅治療。其實人嘅健康是人嘅身體缺乏某種的維他命或礦物質，所以做上人嘅五臟六腑無法度正常運作啦，就會出問題。所以呢，我就想講學來學。禮拜6日有隻評部創意成果展，佢哋希望完美表現出自家作品。有的評部版成員有一般客家唔係行業。之前在還沒結婚之前，我接觸的大部分都是客家人，同事大部分都是客家人。那時候我對客家人的刻板印象就是覺得第一個不好相處，而且我發現說客家人對客家人的時候，他們會比較親切，可是我們是屬於閩南人，因為我不會講客家話，所以要融入他們那個團體的時候不容易融入。陳康明喺度結婚過後，佢一擺又一擺去客家中留了，慢慢地接觸到客家文化，對華埠美食一絲絲地重新建立好印象，越來越有興頭，還帶新人咧強係上客家文化嘅考察。所以有一次我們剛好是到客家莊去，然後到客家莊去的時候，我看到客家花布，第一個我好喜歡哦，因為它給我印象就覺得比其他的布料還漂亮。然後第二個呢，我又接觸到他們的客家美食，尤其他們的客家小炒啊，還有那個薑絲炒大腸啊，這些都是我最愛的。細細嘅時間我記得啦，個枕頭布啊，嘛個寵物布全部做喺客家嘅花布嘅嗬。我就想到，我哋台南傳統嗬，叫做當道嘅布莊啊，尤其哦，有隻嘢嘅品質嗬，很有名。嗰時我就想過，將呢啲嘅客家嘅花布，例如教佢發揮啊、發揚嗬，嚟做一隻延伸啊。其實呢啲方式嗬，就講希望講，幫更加多人嗬，一方面嚟認識啊客家文化。有小朋友喺廿末嘢，聽到阿妹講下學客家，從細就學客家文化嘅。學客家學幾久誒？我學嘅3年。唔做嘛會嚟學咯？因為我對客家真有興趣。國家而做的全部用標準嘅客家同人溝通，其實佢並唔係行業。台南地區今年嘅客家講演比賽，係拿到係全市頭名。我真好食客家美食，其中我對客家小炒感覺真好食，我咪真愛食客家小炒。另外我有學嘅千多嘅客家歌曲，學客家歌曲本來唱客家歌嘅時節，做得唱好多嘅客家歌。還有1幾年小朋友咩行業，佢主動要求屋企人幫佢學，將屋企還要教家長用嚟講客話。因為學客家話可以去參加比賽，還可以去公演講給大家聽。我希望可以成為客家人。佢想變做行業，也當然係新人嚟講嘅話。不過本唔係客家地區嘅人會講客話，實係就徹底大變嘅方向。家庭文化嘅分享過程，認識客家嘅世界，咩無體嚟觸權嘅偏見。
有當人佢會當主觀認為講，我咩客家人，我做嘛去學客家話嗬。其實嗱，我而家從教育嘅方面來講啊，嗬，家長佢自家成員雖然講佢本身唔係客家人，但是佢成員來學客家話，佢將去多多少少也會留家長分享講，從學校啊，嗬，先生會教佢來教會自家練自家衰冇嘅個水準啊，嗬，抱枕。其實跟閩南話是很像的。那其實他們回家也會去教爸爸媽媽講客家話，這就是最有用的地方，因為他們回家開始會弄客家話交談了，對，而不是弄閩南語哦。雖然他們家裡是閩南人。彈琴嘅音樂先生同台南有隻樂團，佢本單咩冇乜曉得講客，讀大學嘅時節，天天嚟回復客家意識，對行業出境認證考試時通過嘅中國嘅認證。其實係從大學嘅時間發現懂得同學係客家人，那一群同學聚在一起就會喜歡去講其他同學壞話，那我們大家就會弄客家話，然後片名都湯姆士，立秋和東方言，就感覺挺神奇啦，嘿呀、就其他同學就啊，你們在講什麼聽不懂，所以我們就一群同學開始這樣講客家話，發現其實客家話很有趣，我才開始慢慢深入的。發現客話蠻幾神奇嘅，其實需要時間慢慢去累積。那我一隻案例，要透過長時間了解嘅方式，愛到客家和特殊托嘅規禮拜嘅，考過行業出境認證來證明自家。我咩客家人，因為我是我之前在就是客家會館上班，然後我是在辦原住民的業務，剛好有客家認證的班，所以我就來參加這個班這樣子。而我最主要是說，因為我不是客家人，鼓勵更多的非客家人來學我們的客語這樣子，因為學客語的話，對更多的人了解一下，說客語的文化是非常美的文化，這樣子。台南人數相對較少的，生意我們希望做得更大。客家的部分，我們這個上學期在育人幼兒園有3個中班、3個大班，不分族群，每個小朋友都可以學到2首的客家歌謠。在小朋友還不清楚政黨、還不清楚族群的時候，就接觸，覺得很有趣、很好玩。我們下個學期也希望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做這樣的推廣，讓小朋友就在這樣的環境中去認識了客家的文化。台南係古都一隻文化首都，兼且請有一隻族群嘅生係當模菜嘅，係講台南嘅學習有固定嘅模式，咁樣對小朋友也後生人來做，未來嘅發展空間想都想唔到。你講啊，本地啊後生人，佢重新來認識客家，就冇本頭擺人來誤會講，客家頭擺客家人係樣板。其實我知道20多年來我在台南市教很多學生嘅，我就知道家長最重要，家長嘅認同，家長認同本來都發揮嘅空間就動態。文化首都台南的每一個市民都有多元文化的想象。多元族群的認同跟認識，就是世界的文化族群是很多的，文化是更多的。我們不希望作為每個人都單一。我們現在台南文化的古都裡面，就是多元的色彩的，客家當然不可以少得掉。所以我們希望從幼兒園就開始接觸。語言文化係無分族群嘅，客家想做到人合意，要做得到，要客家嘅族群行出一條路。尤其喺度族群較無按服務嘅素材，加一個人會講客，做到一份傳承嘅力量。以上錄係下禮拜嘅客家新聞插枝，感謝大家嘅收看。睇每日頭份嘅華龍평則，一陣咪變做昨晚睇嘅新聞哦。人工因為本人被愛轉換公司，還要求伊能愛放棄自強費退休金，伊能喺工廠門口搭棚嘅拍工2張日的，伊能如睇華龍作為20多年國家，更加頭家因為財務問題，師傅婆婆嘅路走嘅，加一群試試人睇嘅人工按用嘅成能好呢？下禮拜來看下伊人嘅故事，我哋再會。